我们在台湾的所有同修前贤们，给或写在那儿做的字眼，跟在美国、在台湾做后盾，使得这一方的道路能够继续的来推动。所以，或写仅在这里代表所有在美国的道亲，感谢各位前贤。也希望各位前贤能再接再厉的共同以心合力，一起来支持，一起来迈下美国这个康庄的普渡之路。仙佛来灵坛，在花一族，老师说道印来到美国了，所有诸天仙佛、观世菩萨都来到这儿，在打方助道了。所以大家放手的去做，所有仙佛跟老师都会默默的在旁边